教育部已告校事会议相关修法，要确立校事会议处理的干那无责任的教师，未来袂阁开时间处理无签名、无证据的申诉。另外，当事人接受访谈的时，会当请辅助人到场，确保权益。小案大办乱控诉不断，教育团体伫呼吁好好来正视校事会议隐性问题。教育部2月正式有告相关修法，制定亲师生沟通有风机制，明定这个受理决定处理的规范，删除稳重姓名检举例外规定。部长陈英耀伫理大师大办理的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年会前受访，搁再讲到修法了后无受理稳重姓名检举，是希望回归民主法治。老师有不当，那我们应该这个勇于依法来这一个检举投诉，但是不应该躲在这一个看不见的一个地方去做无的放矢。这是我想，这对民主教育、校园的民主也是一种伤害。陈英耀指出，草案明定校事会议爱处理的只有无责任教师，也先增加辅助人，保障当事人访谈的权益。对着有过修正版本，全教总认为会使减少部分乱控诉，严过解读聘用反用科学办法，就算无够解读聘用的情况，依然有调查停书。这个修案大办意外上款。另外生出一个这个考核办法里面的一个直接派人调查，而且那个调查一样是要2到3个月，不会去改变这个小案大办的一个状况，就是显示说他不相信学校嘛。郭告明支持肯定这摆修法，不过也认为讲，是不的状况有案拄到一上就调查的情况，将受理移到教育局处委任的小组去做处理，那这样可以快速，那么设计一个检核表，就能检核说小案大案的一个问题。对郭告明的主张，将受理刷到地方局处委任的小组来处理。陈英耀认为讲，因为牵涉教学的专业，也是留伫学校比较适当。也立法院教委会排定理事公听会，陈英耀讲，听取各界意见了后，纵观考虑，年底进前公告修法完成，应该是无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